蔡主厨要为我们带来的，看眼前这个是，白玉凤尾花虾球。凤尾虾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只虾子，就是它待会要成为一只凤尾虾。我们一直在想说，那个虾子直直的这么漂亮，然后留着一个带尾的壳哦。对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看到人家做的这么漂亮，回家做怎么样都是卷的。这个我很希望蔡主厨给我们解个惑。好，那虾子我等一下来教大家怎么样去把它取直。取直。然后凤尾的部分大致上就是留尾巴。就是这2片，对对，就是只留这个头。然后我们虾子呢，拿一个竹签，虾子的中间这里它会有一个洞，有一个洞，有一个洞，哦，看得到。然后从这里插进去，好，就好像给它伸一个脊椎直的这样。然后它就是不能动的。哦，不能动，它就不能动了，然后再来剥。先把它烫熟，就直接这样把它烫熟。直接这样烫熟？对，直接这样所以剥壳是后面的事哦。我都以为要先剥壳。烫熟以后，我们再来去壳。好。对。然后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食材。介绍就是香菇，我们等一下会切香菇丁。香菇丁。对，它是里面的内馅。OK。然后这个是鱼浆，你不一定是用鱼浆，你也可以用虾浆。然后现在水滚了，我们先把虾子丢下去烫熟。烫熟。对。这么大的虾的话，差不多在8分钟至10分钟。对，因为它里面要整个烫熟。对，我们今天要做的白玉是指萝卜。好，这块是。对，这是一条萝卜。然后我们萝卜的时候在挑的时候，用2个手指头敲看看，它会有清脆的声音。叮叮叮。对对，那代表里面不是空心的。哦，要听到那个水饱饱的声音，对，饱满的声音。哦，所以你听到口口就是干掉空心的意思，那就是里面就是比较会有纤维质，就是已经过熟了。哦，好，我以前都不知道，我就看漂亮。你就是挑的时候就是清脆的声音的话，它的保水度才是够的。哦，了解。对，今天萝卜的话，我们去头尾，然后切成4方形。然后整个方便，等一下要取萝卜片。萝卜片。对，萝卜片，然后等一下还要这个做一个造型花。好。然后再把鱼浆裹上去。哦。OK。那刨好之后，我们要刨好之后，它是脆的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对折，然后不能断掉。那怎么办呢？今天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这个是盐水。哦。盐水有没有什么比例呀？我们这个开水加盐水，开水加盐巴，你不要加太多，大致上是1小匙左右的盐巴水。哦，1小匙。一杯水，一碗水加1小匙的盐巴，然后你把它泡个差不多30秒至1分钟，好，它就会软化。我们这边有刚刚主厨为我们泡的，对，我刚刚已经泡好，看看它的那个弹性够不够。它这样子，它是可以直接弄过来的。真的刚刚看起来就好像要断了，现在就好多了。现在就是拉着的时候，它就是不会断掉。你现在萝卜上去直接有盐水泡的话，它还做一个调味的动作，就直接就不用再调味了。就不用再调味了。哦，真聪明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用的时候，刀法来讲的话，对折以后，我们把它切斜刀。斜刀。但是斜刀就是不切断。切一半的地方，一半的地方，然后把它切斜刀过来。哇，就像花一样哈。对。所以头尾不要，就留中间切的地方。对，没错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香菇呢，我们一样是切小丁。小丁，就是方便包在里面。香菇呢，我们是取它的一个香味跟它的 QQ 的口感。香菇我们有挑什么样的香菇吗？要干的还是生鲜的吗？香菇的话呢，干的是比较香。干的比较香，对，因为新鲜的比较不建议。新鲜对，也泡开就好了，因为它会有一种那种浓缩干货的一个香味。所以主要还是以干香菇为主。对，干香菇为主。然后干香菇呢，再加上我们的鱼浆，这是鱼浆哈。然后我们这个动作呢，就是香菇跟鱼浆，我们先把它搅拌一起，把它混合。对，那我们在打鱼浆的时候，我有加了一点点的鸡粉跟
已经调味了。对，已经调味了，所以它本身是有咸度的，所以大致上是不能够，你不要再加盐巴了。好。然后在做的时候呢，就是虾子裹上我们的鱼浆。就稍微把它就是缠住就可以了。对，就是包在中间。OK。所以就下一半的以下就对了。对对，然后让它的尾巴出来。对，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刚刚刀子是画这边，我们就直接从另外一边从尾巴把它卷上来，扎直以后，它会呈现出来是一朵花。哇，很漂亮。OK， 就呈现一朵花的样子。那我们底下呢，怕它等一下会打开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等一下用水莲。那这水莲有要处理过吗？也是烫过。也是要先烫过。对，水莲还是要事先先烫过。要加盐巴什么的吗？都不用。都不用，直接烫过就好。直接烫过就可以了。然后烫过的作用是怕它断掉。比较有韧性。哦。然后多余的我们就不要。对，多余的修掉。然后这样子做起来的话，它是一个。这样就完成了。对。然后等一下还要再进蒸笼蒸熟。好，我们还要进蒸笼蒸熟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那只虾了吗？我们的虾子熟了以后呢，我们先把竹签拉掉，然后头直接切掉，然后在剥的时候呢，就是只取虾壳，然后留最后一节的虾壳，留最后一节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虾子它就是直的。很漂亮，这只虾特肥。对。好了，这样子我们观众朋友就知道了，这只虾子以后我们就会在家里自己做。我们的虾子已经熟了，然后只有鱼浆的部分是生的，所以你大致上下蒸笼，水煮滚以后是100度，然后你进去蒸笼的时候，差不多在10分钟，它就整个就熟了。我先来做一个摆盘的动作。那我今天做的叫这是韭菜花。韭菜花。那我们先把它做一个造型出来。韭菜花原来摆在盘子上是这么漂亮。我们韭菜花也是一样，要把它稍微烫过。对。就像一棵树上面有很多花。对，就是要那个感觉。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个淋酱勾芡做出来。我们先做简单调味哈，一样是鸡粉，然后糖，少许糖，盐巴也少许。因为本身鸡粉它就已经有咸度了，对，然后带一点点的胡椒粉，白胡椒粉。其实这勾芡也是一个薄薄的味道。对，因为它鱼浆味而已。对，鱼浆本身就有味道，有咸味了，所以我们只是做最基本的一个调味，让它带上来会有一点点亮亮的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呢，一样太白粉水勾芡。差不多这个浓稠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也是从它的这个上面把它增加一个亮度，就一个亮度上去而已。因为我们底下摆起来就好像是一朵花一样，所以呢，就是把它亮度。因为你太多酱汁的话，它整个会糊掉。把食材的鲜味真的给它突出就好了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一道又漂亮又大气、简单又美味的料理已经完成了，谢谢。真的是澎湃美丽又大气，保证拿得出手，全家笑呵呵。我真的觉得那个厨艺真的要有那个有心。我们主要是以食材的鲜跟甜跟它本身的香味为主，所以蔡主厨是一个用心又有福气的人。也希望这些福气能够分享给所有的全球观众的朋友们，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么简单又好吃的宴客家常菜。非常谢谢蔡主厨，谢谢，谢谢。